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潮 Channel。今日想送你一份非常之特別嘅禮物，佢融合咗兩樣，我覺得你都會欣賞嘅，亦都係好有意義嘅一份禮物。而呢一份禮物就係可以用佢寫低與時間有關嘅回憶故事。而呢一支筆就係 Gearmorgus 摩士嘅機械鐘錶，結合經典嘅永恆鋼筆。喺好耐以前，電腦科技仲未咁發達嘅時候，甚至乎係現代，鋼筆本身一開始就已經係成為一個永恆嘅經典。握喺手裏邊有種沉實同埋踏實嘅感覺，而呢一支筆不單止係一支可以用嚟書寫嘅筆，佢亦都係一個時光嘅交匯點。當你用佢嚟簽名嘅時候，記下重要嘅事項，或者只係隨手寫啲故事嘅時候，指尖上嘅觸碰不單止係流暢嘅筆尖，仲可以睇住時間嘅流動工具。咁而呢一分一秒走過，仿佛就能捉住時光流逝嘅軌跡。而呢一支筆最獨特之處嘅地方就係佢嘅鋼筆尾端，而設計師將精巧嘅手動上鏈鐘錶裝置完美咁融入咗喺呢個設計裏邊。咁睇見機械組件平均咁分佈喺鋼筆嘅尾端一個小窗口裏邊，而機芯嘅精設有住日內瓦紋嘅打磨，並設有時分針嘅指示。佢微型嘅跳動，彷彿就將時間喺你嘅掌握之中，隨時都可以為你顯示活在當下嘅呢一個時刻。精密嘅機械腕錶同經典嘅書寫工具，喺鋼筆同埋鐘錶都係男士最喜愛嘅其中一個嗜好。咁就將呢兩種熱情咁結合埋一齊，希望呢一支筆可以永遠咁陪伴喺你身邊，而無論任何時候都希望佢能夠為你寫下屬於你嘅故事，也同時可以捕捉每一個值得珍惜嘅瞬間。佢可以代表住我哋相處嘅每一個美好時光。而呢一支筆就係出自 Gearmorgus 摩士嘅設計。而呢一款機芯就係使用咗自家製嘅 MS-08 手動上鏈機芯，28000拔嘅震頻。當你想上鏈嘅時候，就只需要喺筆頭嘅尾端順時針咁轉動就可以。如果需要調校時間嘅話，就只需要喺筆頭嘅尾端度拔起就可以調校時間。而動力儲存方面就係40小時，筆桿就係用咗航空嘅鋁合金，而筆桿嘅長度呢就係174.5毫米，直徑14.2毫米。而打開筆蓋之後，我哋就見到一個好似畢加索嘅筆尖，有住一個好細緻嘅花紋雕刻。講到呢一個時候，當然就唔係介紹呢一款鋼筆與鐘錶嘅結合啦。咁接落嚟，其實就係凡係你購買我以上戴緊嘅呢一款手錶呢，咁就會額外咁送你呢一支筆啦。咁簡單咁講下呢一款手錶先，佢嘅設計上邊呢都係非常之特殊嘅。咁就係以機械嘅設計，用咗呢一個逆時針咁跳動嘅裝置，就係飛粉針啦。咁而錶盤嘅設計靈感呢，就源自於賽車嘅儀表裏邊嘅儀錶盤。咁不過呢一款手錶呢，喺我之前都有介紹過噶啦，咁啊大家可以 click 翻之前條 link 呢，就重溫下嘅。大家如果係凡購買呢一款賽車時間系列嘅手錶呢，咁我頭先所講嘅嗰一支筆 Gearmorgus 嘅摩士機械鐘錶結合咗經典永恆嘅鋼筆呢，會同一時間送出俾你。咁詳情呢，可以到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國潮專門店度詢問翻。嗱，咁而呢一支鋼筆嘅售價呢，其實就係1980蚊。咁而家呢，凡係購買呢一款手錶呢，就會特別額外咁附送俾你啦。咁喺外國嘅朋友呢，就可以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上去揾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，或者係你想購買呢隻手錶呢，你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。好啦，咁到最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臨走之前呢，撳翻個鐘仔，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呢，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。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，拜。